趙醫生啊，啱啱有客打電話嚟問咧，佢哋問胰腺癌點樣醫會比較好喎？哦，胰腺癌啊，胰腺癌咧，你就睇下嚟睇嘅時候咧，佢而家胰腺癌係發展到咩情形？胰腺癌咧一般咧就好難到咗晚期先發現嘅。咁如果發現咗唔係好嚴重嚟睇我咧，我多數都選用咧大柴胡通。因為大柴胡通入邊咧就係屬於咧雙紅入邊解表清理、和解清理，咁變咗咧可以和解到佢腸胃入邊消化系統正常啲。能夠大便暢通啊，胰腺能夠疏通啊，消化啲水腫啊，咁佢就會咧對呢個癌症咧就會穩定啲。但穩定嘅過程咧離唔開咧，佢都已經係喺西醫度做緊化療做緊咧其他啲免疫治療等等個西藥嘅治療。咁我就中醫咧配合佢咧，如果凍佢咧啲化療藥傷害到個腸胃，更加能夠唔夠食嘢啊，有時連水都飲唔到啊。咁個身體會就疲勞，身體太過疲勞咧，嗰啲細胞咧更加衰弱，更加衰弱。你哋中醫叫做邪正相爭，邪就係佢個癌細胞，正就係你本身細胞器官個正能量，佢個本能。如果等本能衰咗嘅時候，你個癌細胞控制得好快，個人就會死。所以咧，如果到佢唔肯食嘢，腸胃唔好嘅時候，我就運用加埋咧大柴胡通，加埋理中葱一齊治療。咁一當佢出現咗咧有黃疸嘅時候咧，我就會用翻咧呢個係茵陳好通同埋大柴胡通夾埋嚟幫佢咧感冒素降低，等佢呢個面冇咁黃啊，身體冇咁黃啊。如果面黃身體黃，對表咧佢身體啲毒素好高，好快就會死亡。咁如果到咗呢到好衰竭個晚期嘅時候咧，血壓又低，四肢凍冰冰，行路都行唔到。嗰陣咧，我就用翻加埋瀉藥通嚟加強佢哋心臟嘅跳動，加強個身體個血液循環。如果唔係，好快就會死。咁喺癌症嚟講咧，連佢咧適當嘅時候要加入呢個，我頭先講過佢本身嘅細胞冇俾佢癌細胞拖得咁衰落去咧，就多數我哋加翻咧吉林長白山人參啊、西藏咧松黃啊、福建金線蓮等等呢啲對身體個正能量嘅藥，咁一齊嚟治療，咁先會好啲，個癌症咧先會長命啲。